北国南部有几个省200多年来陆续拢有苏建时代的石碑出土，不过呢，出土的这石碑有袂少拢已经互风是抠甲看袂到雕刻顶石碑顶头雕刻的花草啊。也若阁看会到的这石碑，即马真侪博物馆甲研究中心拢抢要收藏甲保护。祖产人老阿伯贾亨克因兜的后庭有放一个石碑，顶头刻的敢若是人的2只手相塌了，钉伫咧腹肚，向下骹看，会互人看到敢若是腰大的花纹。贾亨克讲，45年前，伊伫咧内产的时阵去学到这个石碑，认为是保有规家伙仔甲农作物的天才，就放伫咧亭内面展示。这种石碑雕塑伫西欧国家正普遍。法新社报道讲，专家认为因出现的时间是石器时代中期，差不多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讲，这款石碑的年代离这嘛已经超过4000年，是欧洲苏建文化重要的遗产。Et on peut voir à sa surface, dans la partie haute, une délimitation qui marque le visage. On a ensuite les bras de chaque côté avec les doigts de chaque main qui sont sculptés. Ensuite, on a une ceinture qui fait le tour du monument avec ses motifs en chevron. Et dans la partie inférieure, on a les jambes qui sont figurées avec les orteils. 不过，因为战争加都市发展的需求，这款石碑真侪拢互人提起当作建材。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法国第3共和、第2遍鸦片战争加英法联军，一个破坏战争的年代，才个慢慢学出来。不过，农民发现因的过程，定定是因为内产的时阵去刻到，当时这款石碑的材料正容易风化崩解，所以保存的工作是历史家、考古学家这么上要紧爱做的代志。因为苏建时代无文字的记录，所以这款石碑顶头的雕刻花纹，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要等专家来研究。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